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2月2日是世界母语日，教育部今年特别邀请来自法国、正教育台湾本土语言的一粒米吉雷米担任大使，也号召社教馆、各县市的图书馆参与推广，包括导览、展览等等的活动，要为环境教育做起，希望生活4科练等能会当听到台湾丰富的本土语言。从今嘛开始讲咱的话，所以吃了臭人民爱继续讲哈。表面因为即马开始讲咱的话，受邀担任世界母语日活动大使法国的台湾人吉雷米一粒米，把用家己激励，一个外国人会晓讲台语有心意外，环境上重要。对台北的囡仔来讲啊，可能因父母伊家己无咧讲母语啊，所以嘛是环境最重要啊。我感觉。嘛有爱有兴趣啦，因为你若是无兴趣啊，你想要学外交的语言啊，像英语啊，是日本话啊，你家己感觉，我家己母语这无水准啊，这嘛是一个我感觉这个足发生的现象啊。一粒米表示，即卖囡仔母语爱讲甲练长，除了兴趣之外，就是爱加鼓励。教育部嘛表示，即卖除了国小到高中推展本土语言课，嘛会伫2月中下旬调集10间国立社教馆甲22县市的公共图书馆，推展本土语言导览等等，对环境教育来做起。如果在这样的场域里面，都可以从导览或这个专题的这些展览啊，都有办法有机会去接触到，也就是让我们的母语可以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潘文中指出，教育部推出系列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对母语来看重。一粒米嘛表示，伊无希望台湾社会50年后，敢若讲华语甲英语成为新台湾人，伊会尽家己的力量，保存各种美丽的本土语言。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除了教育单位以外，嘉义市政府也结合在地作家，也有独立册店、社区协会、表演艺术团体，举办一系列世界母语日的活动，有安排菜市仔、庙市、火车甲建筑的导览，有通俗的内容，也有在地文化，和民众唔但会晓讲，也当顺线进捌在地语言的典故。或者有安尼嘛，7个饼皮是7，你把它断去了，卷一卷叫做教育饼。伫市啊用台语向参加活动的民众紹介家己市母語日的活動，選擇200年歷史的東市場，讓參加的人會當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母語。不錯啊，有聽到一些台語的教學，因為本身平常在家裡都不會講台語，然後想說也讓小朋友試着學這一些。嘉義腔、嘉義調、嘉義的這母語，即馬這個會當講為這菜市仔來重新學起是一個上好的機會。為着要讓母語會當連接在地文化，除了伫菜市仔導覽生活通俗的內容，佫針對廟市甲一寡歷史建築來說明，讓在地文化認同會當透過母語來傳承。我平常比較少有這個機會啊，然後可以參加這種活動，小朋友也可以來體驗就在地的文化這樣子。我們透過母語日的活動呢，來從生活中學習，從環境中學習，讓我們的母語可以繼續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東市場伫嘉義城隍廟邊已經有100萬年的歷史，佇在地生活文化佔正重要的地位。文化局表示，佇菜市仔學習母語，除了學曉講以外，嘛順續入捌在地語言的典故。記者林偉霆嘉義報道。1900年起的嘉義市東市場是在地人的灶腳，嘛是嘉義市民正重要的基地。嘉義市政府教育處配合嘉義市母語文化教育學會，用東市場做主題，共同編寫台語兒童繪本，內底有一個好食米東市的家仔路，讓學生佇學母語的這條路，先為在地文化出發。我透早一起床就行去東市食上出名的乡土團的杏仁茶。高小學生歡喜紹介東市場的食物，還有歷史的建築。這是這本台語繪本的輔助教材，要讓學生佇讀繪本之前，會當先來了解內底的內容。這本冊內底除了有故事以外，還有台語，讓囡仔會當這個學台語。而且呢，咱的語、咱的用語，攏是教育部的用語。因為這本冊，佇厝內會當行到咱的東市，行到街頭來熟悉這個好食米，來熟悉咱的文化。
这本做伙来自当市的大文绘本，是家己市教育处邀请家己市本土语言辅导团甲家己市母语文化协会做伙编写，希望学校的母语课程会当更加在地化。这有别于我们全国发行的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教科书，它更能够让孩子学到最在地的语言跟最在地的文化。那么未来我们会大量的印制来分送给我们嘉义市的国中小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在接受本土语的这一个区块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教育处表示，这是家己市第一本台文儿童绘本，不但有文化的小界，嘛有生活中通俗的语言。一开始会先印1000本分送给学校，未来会配合无同的主题，继续来编写新的内容，让家己的囡仔学台语的时阵，嘛认捌在地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英语的词叫做 mansplaining， 就是完全发生伫我的身躯顶，就是可能因为我是查某的，我看起来年岁较细。对，所以就有足侪查某人伊会来甲我讲，你台语安尼讲对，对，你敢会晓讲？你是捌啥安尼？对，就有足侪即种会甲你，对，会足侪甲讲你毋通人乌白教安怎的即种声音出现。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保存母语，咱会当做啥？有人骨力学，拼命讲；有人吉他卡用少年人的方式写民众学台语。今仔的来宾是出名 YouTuber 台南妹仔 AYO 阿 U， 欢迎。主持人你好，我是台南妹仔 AYO， 大家好。真欢喜，今日点名陪有妹仔来到现场哦。咱先请你甲咱观众朋友简单小概讲，咱的频道是咧舞啥物的？我的频道主要就是有做一开始是一个单元咧。教大家来学台语白话字，即个单元伊是就是咧教白话字，就是台语的文字系统安尼对。了后我就有发展一寡底片，就是一寡状况剧，因为我本身家己是学电影的，所以我对拍片做有兴趣。对，就有一寡状况剧来教大家一寡台语的语词。对，即摆有一寡节目是有来宾的来上节目，来算一寡台语的考验安尼。就是你是为当时开始想讲要来翕影片推广台语的？我是因为我19年、20年的时阵，伫迄个台语台有迄个导演一个节目叫做《大讲一句》，迄个时阵，迄个友人是主持人，对。就是因为咧做迄个节目的时阵，我就开始发现讲，其实有足侪节目的形式会当做足侪好耍的代志。对，所以这是我有兴趣的所在，所以我开始了家己做频道。拄好迄个时阵，写到一个文化部的补助，就是开始做即个来学台语白话字即个单元安尼。因为你有讲到咱即个频道背后，其实即个台语顾问是爸爸邱定邦老师。你当初是咱伫厝内底全部都拢讲台语嘛？对，我自细汉应该是讲我出世到我去幼稚园开始上课以后。我拢是讲台语，我是去学校开始学华语的。像安尼的成长过程内底敢有拄着一寡是朋友较罕咧讲？我感觉因为可能我是伫台南大汉，所以伫台南讲台语的即个现象，大家会感觉较世常，就是普通时大家定定拄着讲台语的人，是伫来台北读册的时阵才有即种感觉，就是会发现讲真正有足侪同学因的成长背景，因的生活是完全袂去讲到台语的。那拄着即种情况的时阵，你会安怎去应对咧？其实因为我嘛是伫即个华语的社会大汉嘛，所以其实我去学校嘛是甲同学拢是用华语咧讲话安尼，所以较袂有讲。就是爱安怎应对啦，伊就听无，我就是嘛是会甲伊讲华语安尼。但是我就好奇，就是当初爸爸细汉时阵甲恁讲台语，迄个全台语的环境是安怎去营造出来？你敢有啥物印象较深的咧？伫阮兜这是有较严格啦，就是像讲阮妈妈伊会有时阵一寡词会袂记住，也是一寡词会用华语去取代嘛。咱定定讲话拢会安尼嘛，像讲你迄落来，对，来食水果安尼，阮爸爸就讲。听无，毋知你讲啥安尼。这严格。对，所以迄个妈妈就会讲，好来食果子安尼，你就会知影。像我有时阵讲无拢莫食。对。有时阵像我若是有一寡事袂记住，阮爸就会甲我教。
但是咱当初伫厝内底是干那讲尔，老母为虾米家己会想要来学白话字，还是迄阵爸爸就有要求爱学啊？哦，我学白话字，我家己是，我高中考到大学的时阵，就是高三的时阵，迄个暑假，因为已经考掉大学无代志做，啊，迄个爸爸就甲我讲，叫我招一寡朋友来阮兜做伙学白话字，对，啊，迄个阵开始学，啊，是安怎会到尾啊变做是我的。拍影片来教大家，就是因为我知影大家拢会甲我讲，哦，这个物件足困难的，罗马字看拢无安尼，对。啊，其实我开始学才发现讲，伊其实无遮尔困难。啊，我嘛相信讲，咱自细汉咱拢学英语大汉嘛，啊，英语就学会晓，无可能咱家己咧讲的母语是学袂晓的，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有即个信念，所以我才会想讲，甲大家分享，拍片甲大家分享，讲我是安怎学的。踏出头一步，头过身就过迄种感觉。对。啊，我其实嘛是伫即个过程当中，就是一面拍片，一面教别人，一面家己嘛咧练习，家己嘛咧学安尼。但是咱拍片频道，这敢算是你的头路，还是兴趣的？因为我自毕业了后，我就是拢是接案的方式，所以我的头路本底就是咧拍片，啊，只是即卖的内容是我家己会当家己控制，就是毋是爱听啥物头家，就是做即个频道完全就是以我为主。对，所以即卖嘛应该算是我的工课，啊，我要怎，我就是爱去想讲要怎家己做哦，搁较好耍，搁较趣味，互搁较侪人知影安尼。咱讲一个较现实的思考，就是咱靠台语拍影片啊，敢有法度来趁食？我目前为止嘛是主要嘛是爱趁食，嘛是爱接外口的案较济。啊，毋过即摆会找我的当然就是愈来愈侪甲台语有关系的内容。啊，我嘛发现讲其实。有愈来愈侪人，因是对台语有兴趣的，啊嘛，所以会有愈来愈侪计划是拢甲台语发展有关系。但是咱面对台语啊，大家咧推广的时阵，就是上惊拄着港文战这个问题，就是有要义的会来看，其实就是本身对台语这个保存有一个想法，还是讲一个信念的人。但是咱较想要。搁互搁较侪人是搁较自然，所以咱讲台语爱正常化，台语影片的内容，咱嘛希望是普遍安尼。你敢有啥物款的想法？对，即个问题介好，因为这就是我咧想的代志，就是我感觉我家己咧做遮个影片，我的重点是因为我介意拍影片，啊，我介意上遮个节目，我介意拍片即件代志，所以这是我的重点。啊，台语只是我咧做的内容尔，这是我的节目的内容。啊，我会当用华语做的代志，我拢会当用台语做。所以即马华语有足侪，像讲趣味的、娱乐的节目，咱拢会当用台语来做。像讲台语台就有足侪节目，其实迄形式嘛有足侪华语的电视台有咧做。啊，毋过咱就是用台语做，这就是我感觉，这就是咱会当互台语变做一种做日常生活，咱会感觉看到的阵袂感觉哦，哪会怪怪迄种感觉。对，这就是咱大家拢做伙咧拍拼咧做的代志。对，所以我袂去因为讲，就是我爱特别为台语设计安怎无，我就是家己当做讲做日常的，就是只是拢是我想要做的代志，只是咱的语言是用台语。因为看阿优的影片，有影就是袂感觉有压力，就是足轻松落去看，袂感觉讲有咧学台语，我啥物物件爱记甲足斟酌的，就是用较轻松生活中拄着一寡话题落去甲大家分享。对。你的频道即马创立差不多2档的时间。对，差不多1档半要2档左右。你的订阅人数是？差不多偌济？我伫旧年的年底，差不多满1档的阵，拄好1万人安尼。对，拄好1万人。这个数字是我感觉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基础观众的数字，比阮较济啦。那像是就是。豆啊拍拼安尼，其实因为我一开始做的阵，是因为摕到迄个补助嘛，迄个补助你爱结案，所以你一定爱甲代志做了，对。爱有物件捧出来。对，爱甲物件做好势，所以迄个阵咧看的人数，这较毋是我关心，我是足惊我做袂了的安尼，对。啊，所以即摆做了颠倒发现讲，原来有遮侪人对这有兴趣的阵，其实。是我一开始无想到，对。你后台去看迄个数字，你敢有发现你的观众大概是几岁人？我发现就是 Facebook 啊、Instagram 甲 YouTube 这3个迄个社群无共，迄年岁是差足侪。迄个 YouTube 的年岁伫差不多甲我共岁，差不多是20几到40几岁遮拢有，主要是20几岁到30几岁啦。啊，像讲 IG 可能就是年岁较低。
对，就是我的迄个会 follow 我的 IG 的人，可能拢是高中、大学拢有安尼。啊，所以我对遮的囡仔嘛感觉做有兴趣，就是因为遮细汉的时阵，因就有即个母语的意识，想要来学母语安尼。对。我想有一个重点就是阿优你做的物件，人会感觉足新的、足潮流的，就是去引少年人的目睭就对。你莫歹势啦，用用这个，你台风接收。对，这其实有算是我一开始有想到的代志，就是我的影片，就是我美术的风格啊是安怎，迄拢是我家己介意的物件。啊，我嘛有调工家己做吼，莫较像咱普通想到代志，拢会想到这是一个做较老的物件的迄种感觉。啊，是迄种较古早的代志，所以我就一直想要甲即个印象甲伊拍互破，就是其实台语是嘛是当做潮流的。对，啊，真正嘛，即摆有足侪创作者咧做即件代志，有足侪台语歌，足侪流行的，拢是咧做台语的物件。啊，哟，咱讲的少年人啊，你感觉差不多是伫倒一个岁数的人？因为我家己的观察是差不多可能是70年厝，还是80年厝即end的人，因为伊可能伊的状况是伊顶end的父母。因迄个年代可能向限制袂使讲，所以伊的生活环境伊就无啊。咱即摆拢做要义讲，囡仔人的合适环境，咱会互因台语。但是其实70年厝、80年厝即样的，咱嘛爱救看卖。对。我感觉要学一个语言，毋管讲是台语，还是你要学一个新的物件，安尼讲好啊。拢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爱有兴趣嘛，因为你若是有兴趣，你就有即个学习的动力，你就会家己想要我想要愈知影愈济安尼。对，啊，要安怎有兴趣，就是你想讲我介意唱歌好啊，我就是一直咧听台语歌，我就用唱歌即个方式来学习。啊，若是你介意看一寡戏剧，你就看台语的戏剧。啊，有一个重点就是咱会当去营造一个迄个沉浸式的环境，互家己。像讲你伫厝咧做恁迄个一寡你家己的代志的时阵，遮我顶讲好啊。像讲你家己伫厝咧做代志的时阵，你就一直甲迄个声音放伫遐。像讲听台语台的声，你就一直放伫遐，一直放伫遐，你嘛毋免做认真去听。啊，毋过即个环境伊就一直有即个台语的声伫遐，所以你自然就会愈来愈习惯即个语言伫你的生活内底，啊，你的语感就会愈来愈好。对。即个方法嘛较无压力吼。对啊，搁就是我感觉像讲咱细汉咧学英语的时阵，咱讲是拢为 ABC 开始，这就是语言的基础嘛。啊，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若是有心想要有基础学台语，你会当为台语的文字系统开始。你家己本身嘛是真关注咱即个本土语言的，像咱教育部其实嘛拢一直有甲即个本土语言，可能有去增加咱上课的一寡必修的学分啊。但是你来看讲，咱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即阵敢有啥物物件做无够，佫需要佫较努力的？即个代志，其实我自我国小的时阵，阮爸爸因就是咧做台语文的运动，因就是咧一直咧甲政府争取讲爱互迄个咱的教育体制内底会当来教咱的母语。对，啊，虽然讲即马哪像看起来有进步，啥物一礼拜当变做偌济时间安尼，啊，毋过其实我感觉这上大的问题也是讲，咱的台湾的国家语言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啊，搁台湾原住民各族的族语、台湾手语等等，遮的语言应该爱甲华语甲超互平大，也就是讲，咱应该会当伫一礼拜。用同款的节数来教遮个语言的课，啊，毋过会当互学生家己去拣。像讲我的母语，我母语是台语，我就拣我要上台语课。啊，大学咧考试的时阵，同款毋是讲要强迫大家全部人拢爱考华语，就是你是啥物母语的人，你就当考啥物你的语言，啊来当做你语文科的考试的成绩，安尼才袂去压迫到其他的族群，对，遮个族群的文化才会当一直去保留落来。咱阿优其实为着保存咱即个母语、台语的文化嘛，拢继续咧拍拼。你最近佫有开一个新的 podcast 节目？嘿，对，这是我甲我的好朋友开的，叫做《心肝放互送》。对。伊内底主要是咧讲啥物？阮的 podcast 的节目就是阮两个咧练习讲用台语来开讲，啊，阮会讲足侪较迄落少年人会想要听的话题，像讲交友软体要安怎使用。阮咧算交友软体的时阵，阮拢是安怎算的？对，啊无就是
一寡单恋爱啊，啥物少年人的心思的。对，我嘛是少年人。对，就是迄种心理，像讲一寡心理的，像讲受气的阵应该安怎处理，受气即个情绪咱应该安怎面对，等等的，就是即种主题，阮若是有兴趣，阮家己就会写脚本来开讲。啊，恁敢有收到啥物观众的回馈，还是意见无？其实我是伫做频道了后，我发现一个足趣味的现象，就是真正有足侪人真正有足侪意见，就是我人生上接互人就是迄个下指导期，就是我开始做频道的阵，尤其我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一个英语的词叫做 mansplaining， 就是完全发生伫我的身躯顶，就是可能因为我是查某的，我看起来年岁较细。对，所以就有足侪查某人伊会来甲我讲，你台语安尼讲对，你敢会晓讲？你是捌啥安尼？对，就有足侪即种会甲你，对，会足侪甲讲你毋通红黑白教安怎的即种声音出现。对，我一开始会感觉有淡薄仔受伤。尾啊，我的 partner 就是头迄个头先讲心肝放火送的例子，伊就甲我讲。咱爱去想的代志是讲，即个世界有台南妹仔的世界，真正就是比无台南妹仔的世界较好，所以你应该继续做落去，你莫去互遐个声音影响着，对所以这嘛是互我一个鼓励，嘛是互我一个成长，就是你要做啥物代志吼，专意见的人足侪啦，你毋通去互遐个意见扰乱啦，就是咱爱看到的是。我要做的代志，毋是看到讲我做遮个代志，别人有啥物反应安尼。专心做咱要做的代志，专心讲台语，就算讲了较精彩去嘛，无要紧，咱就是讲出来。因为咱就是拢咧学习嘛，像讲阮的 podcast 嘛是有一寡住伫外国的台湾人，因会写批甲阮讲，因伫外国听到阮的 podcast 的时，感觉足像咧转来台湾的感觉，因为就是台语的嘛，因已经足久无听到有人咧用台语开讲，对。就是进前Clubhouse其实嘛，足侪外国人因会开台语的即个开讲的房间，因为就是足久无听到的，大家听到就感觉转去台湾、转去故乡迄种感觉。对，这就是语言是安怎重要的价值嘛，伫遮有出现，就是语言就是咱族群认同一个足重要的元素，所以是安怎咱要拍拼来保护这个语言，就是因为这是咱族群的命脉嘛。对，有一句话讲，你若要消灭一个族群，你就先消灭伊的语言。因为安尼，咱遮个人的认同就会错乱去，就会对家己的族群的认同就消失啦。对，所以是安怎？我讲遮个语言、遮个文化遮尔重要，其实是遮个价值是咱目睭看无的。对，毋过伊真正是足重要的安尼。阿优捌讲过啊，其实伊毋知伊的观众伫倒位，但是伊相信一定是有需求，才有即个创作者来创作遮个内容。今日非常感谢阿优来节目中的分享。多谢大家。以上就是这礼拜的代志外大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星星来看阮，用脚步踏领，把心头好领领，对你行。毋过想要就甲迄个空间改变，就是希望讲大家去迄个所在，去看迄内底的所在是即楼内的活动，然后就人家讲就华丽的、就水的，感觉因为这艺术改变者，你有换一个角度看。咱的纪念馆内底的所在来找迄个线索、微线索，安尼一步一步来接触到228的历史，在游戏之中来体验人权。